为伫林地文中公园内乌一窟会当容纳6500立方公尺水量的调节池，就希望收集东门路甲自由路两边的雨水，避免短时间的大雷雨造成东区甲林地区的水患。对此，市长吴依婷伫节节面带陪同，嘛到场关心工程进度。根据了解，该工程由营建署补助1亿，预计明年3月进行，得当完工。能够有效的解决，譬如说短延时强降雨时雨量大概70到80公里，能够延至它的雨水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减少或解决这个淹水的情形，而水的排放还是可以非常顺畅。那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不但有涵养水源的功能，还有这个降低这个淹水的功能。还有就是公园，如果将来这个调节池盖好了之后，然后公园恢复起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增加市民朋友们的游憩空间。尤其很多议员各位议员都非常重视说如何把这个公园加以优化。我们将来在下个年度也会把这个文中公园的优化列为一个优先的市政项目会中市长表示，文中公园除了有调节水患的功能，嘛答应公园立美化改造，将定为下半年优先施作项目。台湾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